中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，由2026年3月1號開始，所有新出廠、銷售或進口嘅流動電源都要喺原本嘅 CCC 認證旁邊要求新增一個追溯二維碼。Momax 作為香港領先品牌之一，一直致力於品質與合規。目前已經有超過100種流動電源取得 CCC 嘅認證。對於國家嘅標準最新要求，將會全力嚴格執行。你只需要簡單掃一掃流動電源上面嘅追溯二維碼，就可以即時查到認證嘅狀態，確認 CCC 證書嘅編號同埋有冇過期。生產嘅來源顯示生產商嘅名同埋產品嘅型號。發證嘅機構喺邊一間權威嘅機構進行過測試同埋發出證書。面對住不斷提升嘅安全標準， Momax 深信真正嘅安全係走喺規定嘅最前，令到你可以安心使用。